Gucci 一輩子。喺面上面搽一層 Gucci 嘅保濕 gel 打底，滋潤肌膚，冰冰涼涼，超舒緩啊！跟住就係我哋嘅主角登場啦 ，Gucci 膠原雙生光，講真啦，出光口真係好大啊！最新升級透皮技術，能夠到真皮層嘅4.5 nm CR 膠原模式，能量真係透入肌膚㗎。首先，輪廓線由嘴角出發，打圈到耳前。用緊嘅時候，表皮冷，真皮熱嘅感覺真係好神奇啊！打多幾個圈，蘋果肌最高點，肉眼已經見到向上提拉咗啦。由鼻翼打圈到太陽穴，而且 Gucci 呢一個透皮膠原係通過熱作用加生物作用，唔單止可以活活膠原蛋白、彈性蛋白，仲可以促進 ATP。內眼角向上帶到太陽穴打圈，細胞能量嚟啦！就算瞓覺嘅時候，細胞都係猛咁生膠原，根本係唔會停㗎。額中向外打圈，帶到眉間，左邊做完，右邊都要繼續做。做完之後，細紋就會被撫平，超明顯啊 ！V-Lift 全面提拉，首先係下顎線，沿住下顎線輕輕向上，就會有小面提拉嘅收緊效果。呢個模式，小面會有明顯嘅酥麻感覺。每一條線我哋做3至5次，跟住就係木偶紋啦，由嘴角推到耳前，可以改善木偶紋。然後到法令紋，儀器可以貼住法令紋，由嘴角到鼻翼，再推到太陽穴。跟住就係抬頭紋啦，唔單止可以舒緩一日緊繃嘅面部表情，成塊面跟住提拉咗上嚟啊！做到呢一步，效果真係超明顯啊！睇下我呢個超 V 嘅絕美下顎線，真係唔使再去美容院啊！真心推介 Gucci 最新代膠原光美容儀，用完之後皮膚即刻 level up。